2026年7月11日，常年期第14週，星期六，聖本篤院長紀念日。主題：又恐懼又着迷。依撒意亞關於天主嘅神視，係聖經中最令人難忘嘅段落之一。佢進入咗歌曲，佢啟發咗詩歌，佢塑造咗基督徒嘅禮儀，佢感動咗畫家、作家同埋神學家。最重要嘅係，佢讓我哋睇見咗天主嘅聖善。喺公元前734年，阿摩斯同埋歐瑟亞正喺度努力拯救北國以色列免於毀滅，但係佢哋悔改嘅聲音就冇人聆聽。與此同時，喺遙遠嘅中國，周朝正掌握政權，俾世界帶嚟咗文字、貨幣同埋筷子，亦都為中國最偉大嘅宗教同埋哲學思想家預備咗土壤。老子、孔子、孫子。然而喺呢一切事件中，發生喺耶路撒冷聖殿裏面嘅事，超越咗當時世界歷史舞台上正喺度發生嘅一切。依撒意亞講：我看見了吾主。上主曾經告訴梅瑟，冇人能夠睇到佢嘅面容而仍然能夠活着。若望福音講：從來沒有人見過天主。所以依撒意亞嘅說話始終被奧秘所圍繞。佢睇見吾主坐喺寶座上，佢睇見天主衣服嘅前後襟嘅邊緣充滿咗聖殿，佢睇見咗色勒芬，佢聽見咗佢哋嘅喊聲：聖聖聖，上主萬軍的天主，他的光榮充滿大地。呢一句說話進入咗彌撒，成為咗聖聖聖。我哋時時唱佢，也許唱得太多啦，我哋太熟悉呢一啲說話，以至於喺佢哋面前唔再顫抖。但係依撒意亞顫抖咗，門檻震動，聖殿充滿煙霧，先知叫喊講：我有禍了，我完了。喺聖者面前，依撒意亞真實咁樣睇見咗自己。我是一個唇舌不潔的人，又住在唇舌不潔的人民中間。天主嘅聖善顯明咗依撒意亞嘅罪，天主嘅光顯明咗佢民族嘅黑暗。呢一個就係真正遇見天主會發生嘅事。佢創傷咗我哋，為嘅係要醫治我哋。佢使我哋害怕，同時亦都吸引人。神學有時稱呢一個奧秘為令人恐懼的奧秘，亦都係令人着迷嘅奧秘。同上主相遇使我哋顫抖，但係佢亦都吸引我哋靠近。依撒意亞以為自己已經好似一個將死嘅人，然而佢就無法將目光從呢一個神視中移開。幾個世紀以後，希臘會俾世界佢嘅哲學，羅馬會俾世界佢嘅法律，印度會俾世界佛教，中國會俾世界道教。但係呢啲都唔能夠取代依撒意亞嘅神視，因為依撒意亞俾我哋一種更深嘅渴望，真正同生活嘅天主相遇，一種令人害怕、淨化人心並改變生命嘅相遇。我哋應當永遠感謝呢一位先知，因為佢同我哋分享咗佢個人同天主相遇，一次開啟佢生命全新篇章嘅相遇。